我哋睇到陀斐特欣嫩子係焚燒自己嘅兒女，然後獻俾假神摩洛、巴力、亞斯他錄所有外邦嘅鬼。今日我哋有冇將兒女焚燒俾魔鬼啊？世界各地，我哋唔好提，單單提我哋美國。1973年之後，全美國墮胎合法化。喺屬靈領域裏邊，墮胎咧就係代表將自己嘅兒女獻俾鬼啊！點解咁講啊？喺我嘅書裏邊咧有提及嚇，即係話當啲好多唔同嘅嗰啲嘅墮胎診所啊，收集嗰啲嘅墮胎死咗嘅 baby 啊，我記得有一次我翻譯嘅時候非常痛苦。佢話有架大嘅垃圾車，好似嗰啲 container 咁大個，即係話嗰啲好大嘅垃圾車，去收集唔同嘅墮胎診所嗰啲被殺死嘅嬰孩嘅屍體，放滿整個嘅呢一個嘅大貨車，車去邊度呢？車去焚化爐啊！車去焚化爐。我哋美國1973年1月之後墮胎合法化，平均每年死喺手術台上嘅墮胎而死嘅嬰孩，大概係130到150萬啊！聽清楚嚇，130到150萬因着墮胎而死嘅，全部送晒去焚化爐。但係好多人唔知道墮胎同埋呢一個嘅陀斐特欣嫩子谷嘅內容一樣嘅噃。嗱，所以如果今日嘅題目就係話墮胎與陀斐特，另外我哋再進一步睇到乜嘢咯？弟兄姊妹，殺戮谷、欣嫩子谷係描寫地獄嘅光景啊！當時耶路撒冷嘅垃圾堆，頭先我提及，將死咗嘅動物屍體、垃圾，甚至嗰啲嘅死咗嘅屍體冇人認領嘅，包括釘十字架或者喺監獄裏邊冇人認領嗰啲屍體，全部抌晒落去呢個欣嫩子谷裏邊，有火嘅，一路燒嘅嚇，一路燒。所以呢度係形容地獄。嗱，弟兄姊妹，喺世界各地，如果我哋知道中國強制一胎制嘅時候，婦女一懷第二胎就強硬地拉去墮胎，我就冇數字知道我哋嘅中國墮胎而死有幾多。我哋睇到世界各國喺淫亂敗壞